16、17歲嘅成人呢，半夜唔睡夢，唔要睇大電腦搞線上遊戲，唔要出去了，竟然係睇學做茶。2年前，苗栗農工成立嘅全台唯一嘅製茶技術科，作為40位學生嘅，因為是得講囤茶辦習慣很魯莽，因為做茶過辛苦，唔單止半夜冇好睡，要隨時注意茶嘅變化，肚臍嘅也要溫暖，寒天還過去艱辛咯。先生們打拍講，一開始大多數學生嘅冇乜興趣愛學，故所除了上課教做茶，私下先生們同學生嘅準備間嘅成人嘅營養，多多嘅安尼教，許多學生嘅對唔知茶有乜嘅好學嘅，都更加是得對頭稻米自家來做，甚至睇去年苗栗的做茶比賽拿到嘅幾多嘅獎牌，也因為安尼頭屋農會來簽名呢，希望屯頭屋後建嘅茶葉再個復工，學生嘅成長同進步，連先生都冇想到。探親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制茶，我以后的出路就是要制茶。看到给不动的茶米啊、茶田啊，全部被征收掉了，所以会希望要好好保存下来，重点不去征收。我觉得做茶要撑到最后，就是要坚持到底。就出現出較好嘅啊，一啲啊，一天要種較辣、較黃色啦。不過係一米香啊，我有一些皺米嘅哈。熱頭凍辣，北風吹冷，茶人都熱去學生兒同聽地師傅學做茶。講慢誒係叫我嚟識嘅，吸它的汁啊，古所嘅茶唔會太落去啊，安尼就拿摘起來做烹房嘅安尼啊。唔可以太有遠方嘅啊，唔會喲。呀，做起來米是張凍好，真是，係喲，古所係啦。也是茶嘅品種，還會學茶人管理，評出回風吃了豆，天是暗夜，緊走緊好。辛苦是一定會的，哪種行業不辛苦？對啊，行行出狀元嘛，總有他辛苦的過程。苗栗種茶面積最多是有1200公頃，不過兩下兩毛一半。茶人回港，年出流失，無人來接，茶產業天天嘅沒落。不過苗栗農工16年冇強壯，第99年頭成立了全台灣唯一嘅製茶科，首席是個學生啊。有這麼強烈的在地性格的話，發展這個茶葉技術科哈，它還是有它的一定的意義。那學校也會多出了一種特色，尤其是跟地方產業結合的特色。裡面的架子拉出來，尾吊架準備好，回香槍的哈，所以也唔使嘅還要注意啊名燈啊，名燈可以用冇？南風啊，今年北風，讓你出來過來，北風，這種低溫然後有風，哇，那就最好不過了。那你可以慢慢磨，慢慢磨，茶在這裡就會慢慢的把水分脫掉。將這個茶廠鋪的田內紅曬熱頭。兩係做茶嘅提取鋪，用熱頭曬半斤元。在曬茶葉，那要怎麼弄？對，把它曬到軟。剛剛翻幾次？我們要看茶葉的那個軟度來決定。因為這茶算老的。對。曬到它茶心變軟，然後適合走水的時候，就可以收進去變室內尾雕。重複人研探研繞茶廠嘅動作，還隨時注意茶廠變化。永昌，我們看看。為什麼要這樣子整個跪下去聞啊？因為才能聞到那個它的那個真正的茶精的味道，比較清楚。那個不要太厚。不能拿起來聞嗎？如果拿起來聞的話，動到它茶精會變紅，然後這樣就不好。
一届可以伫天内后皮擦枪门嘅变化，细细嘅动作，使日本人感受到佢哋对做茶嘅尊重。也票學生呢都係對嗰種經驗辦落嘅，可能大家認為佢哋係唔好圖書館一區，不過喺呢位佢哋才親到的自家嘅一片天。我剛開始還不知道有這課，然後我妹爸爸就說來進來看看，然後就有一點興趣了。所以剛開始其實來這邊還好，這個課還好，但是越學越有興趣，越學越有興趣這樣。不卡寧動聽啊，因為不卡要有做茶麵啊，賣茶麵。所以做學製茶課，你懂好清好啊，所以就是希望都在變師傅安尼，學會也有，唔好表現咧也一度啦哈，後擺也有好聽啦啊，講當講啊，但是叫人認真做噶，認真做好啥呢？我們也值得感覺到很欣慰。佢是咁樣啲佢讀書唔識，佢讀書唔識，佢將就嚟嚟學一套技術，有啲學生嚟講，讓師傅嚟上一課自家力量。來學我啊自家，來學我父母。那個家安尼談到，我係唔夠呢，我邊係吹過呢，懂冇？你要按你精神，按你態度，哦不得了。是在個全國提着好茶工具嘅李展富，就32年做茶經驗。6年前，佢到苗栗農工提升的製茶技術課，同時未做協同教學先生，完全冇保留嘅老自家嘅經驗教本學生啊。你以前咧學啊，冇人去教人哋。如果今日有安尼機會，安尼來，然後下一代教會做茶，將一基本嘅功夫教出去，其實都有機會多發揮一下。我認為啲係比教自家來嘅，自家摸嘅較好，因為自家來了摸嘅，亦不過就1個2個年啦，哎呀，就細年嘅幾學會了，我認為有價值啦。因為苗農過去冇愛考。故說製茶技術呢，冇愛欣賞，故說用一個協同教學，就愛拼，愛搶師傅來教我的。也嚇青苔嘅問題啊，所以講年輕人較唔願意留在農村啦。迄講有機會啊，迄講新嘅呢很接嘅話，實在就當好一件事情啦。除了個人所共同科目之外，還請學校其他農科先生來提高。不過認為師資動作限，未考慮食品問題，所以了全台灣唯一嘅製茶課，兩下未使用製茶班，3年漲招3幾百。因為我也想說，這種人才的量因為我們也要跟就業市場去做一個評比嘛。就業市場我培養太多人，就供過於求也不好。我寧可說每一個出來都很優秀。也沒有人講。人都冇那個行業，唔做乜苗農要來接到來做，嗰啲師傅呢，佢都有特別嘅想法講，冇用傳統嘅方法來做，係講可以改變，老一天也做得茶，那茶唔好也可以做好茶，按樣話，個咁強做茶嘅成果。一條路線田火點炒，從早冇喊到暗。做茶是做寒芒一般。現在是6、7、8嘛，7、8斤，好不好？兩套全台灣位置是睇3百浪飯為農造茶米嘅室內自動化設備，係李師傅特別設計嘅。溫土、濕土、風力都用電腦控制實體。傳統呢，佢也有學到；最先進呢，配人模嘅佢也有學到。所以不管將來有人做，也係自己要創業，我相信一定是在別人之上。製茶工廠又甜又臭，完全記唔得。三公百日乃出阿摩吸收。小製茶廠嘅田火和公娃娃，留幾條做盤計，除了出名，還有茶香香。有一點青味，然後有一點轉香的味道。為什麼要這樣一直聞？茶看它的變化，它的大浪性的變化。
那是要它转到怎样的程度才可以？有香气，有牛奶香。最后一次哈，大家努力闻，什么味道？荔枝。荔枝。永昌什么味道？你还没有感觉哈？有一点了。阿杰呢？一点点荔枝。好，再闻一次，总是要把味道找出来。半夜3點，龍舟嘅過程就會結束。學生兒仲嚟查，出場係古聲兒容，唔敢就快入鋪，到兩下都喊忙水母。上市還雲南都市繞，老浪少少嘅天時。會不會很想睡覺？啊，你平常這個時間應該是已經在睡覺了吧？大概是。做茶之後就不會想睡覺。不會。做茶好玩。可是这个要一直等，会不会很无聊？不会。那你们冬天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？对啊。那冬天的时候会很冷。冷到。17、18歲嘅成嬰兒，半日唔睡夢，唔係靠線上遊戲，唔係去跳樓，係為到自家嘅夢想攞回來而家打拼，是才藝難得，看到嘅人都會動感同。以前就是我们有些就只有2、3个人会跟着师傅做茶，然后大家都在隔壁那边玩，然后他就发现，师傅自己一个人在做，然后看起来就觉得说他是来教我们的，就后来变成他自己一个人在做啊，然后就觉得说那就跟着师傅做，然后师傅没有睡我们也不要睡，然后师傅没有吃饭我们也还不要吃饭。没有想过放弃，因为你如果做好的话，你会有那种。那种就是会有很开心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有荣誉感，然后大家也一起陪伴，然后就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对，然后就会，而且如果是你自己自身自己用手去自己去做的茶，你就是不会想说会很容易就轻易放弃，然后都会准时要起来就起来弄。也就天天的透过相互的学习。变到得到，日後唔看到掠下來，上出要學做茶，我像今日唔係看到嘅錢嘅，而家看到了，無論到天來下批做辦，從來沒有講我不喜歡，我不願意，沒有。等屆事件聽咧，製造啲降低細細嘅煮茶水度，定硬嘅田內行業困之下，唔過某一店主就會學起來繼續做茶。小嘅年紀，老實講，大家後生人就好教吼。但你竟願意從安尼逆境中間，安尼來學習做茶。連天公4點啦，天撲啪，做紅嘅調個嘰嘰喳喳係冇天，做菜工作其實沒冇聽過。會很重啊。有，會。上網做總會看到新高，去年煮茶考試嘅12個學生兒，就是有組參加苗栗人5茶煮茶比賽，上唔到甚至當答案。影響講不管有得名冇得名來去比賽增加見識，個認識，給到做茶老師傅互相切磋。我們當初係意思係安尼。結果評審出來呢，叫做學到全部後頂都用人呢，全部人都好看啦。從這擺得獎以後呢，實在講啦，學生嘅也實現了，比以前會非常認真。很辛苦啊，可是就竟然就選到這一個科系，然後把它就讀完，然後學下去，因為應該會有很好的出路。那你以後想做什麼？我以後想要賣茶。我因為如果從事嘅行業嘅技術一流嘅，如果講喺冇做了行業，佢根本嘅刻苦耐勞，從20頭做到按不得做田工，佢嘅重要嘅精神發揮到其他事業，同樣係一流嘅。曬、炒、燉、尖槍嘅茶槍，經過重要嘅熱熱催化。第幾條嘅書行，先朝嚟越敷向順好茶。
经过系统好高嘅时间，小朋友还能晓得还能地冲强，认为重要次，第二位佢哋好多嘅唔單淨係技術，還有抗壓能力到最進感。勇敢面對挑戰，堅持到底嘅態度，累積嚟自家嘅實力。下佢哋嘅生命，未定某天嘅團練當中，選中韓國精彩。